少宇从今往后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。他现在没房没车也没钱，至于以后日子怎么过，你们俩不是有真爱吗？我这时间也没太估算好，都忙到这点了，饿了吧？你这藏了1天，就是为了准备这些呀？我第一次下厨，所以这个动作呢稍微有一点慢。你别太介意啊。还有这个菜呢，可能是卖相不是特别好，但我都是严格按照这个网上荡下来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的，应该不会太差。这是什么呀？香浓红烧肉。不是吧？这红烧肉怎么这色儿啊？应该什么色儿啊？你放的是什么酱油啊？有分别吗？你放的是生抽还是老抽啊？生抽吧。生抽是带味儿的，老抽是上色儿的。做红烧肉应该放老抽。啊？我放错了，不好意思。这味儿不大好，不吃了。我挺喜欢吃的，饿了吃什么都香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刚才切肉的时候我就……你消毒了吗？没了。没消毒，这大夏天的容易感染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一个小……我看看。我去吧。我去。像咱们俩这种对星空啊有特别要求的，我给你推荐一地方，新西兰知道吗？南岛有个叫特卡波的小镇，听说那地方是世界上看星空最美的地方，而且在那儿能看见那南十字星。而且我还跟你说啊，喂，梅莲妮同学，莫哲啊，这大周末的你干嘛呢？没干嘛，跟朋友一块出来玩呢。看来我不在，你过得还挺开心呀。你回来我更开心，你不是说这个月回来吗？人呢？是啊，妮妮，不过这边公司突然要收购3个农场，我实在是放不开。哎，你不是正好在那个新西兰吗？你知道那个特卡波星空小镇吗？星空小镇啊，去过啊。哎，我还拍了特别多照片呢，特别漂亮。是吗？啊，那你把照片发给我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新西兰的天空特别纯净，你站在底下吧，就觉得天离你特别近。干脆这样，我让公司的人给你订张机票，你过来，我带你去新西兰啊？那就有点远，算了吧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咱们回头再聊。行，那回头说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刚刚还跟我说什么呀？啊，也没什么。哎，这张照片得再等个几分钟才能出来呢。邵文芳，哦，不对，依然，你把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弄到这儿，是为了向我示威吗？妈，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我特别想知道，依然，你每一次的出现，都把少宇折腾得心神不宁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没有骚扰他。你能不用你的武断来判断一切吗？
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怎么样？8年前，你一门心思想钻进我们谭家，以你这样的年纪，能这么不择手段地做到这一步，还能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以为得到了我儿子，就得到了整个谭家的产业，你的下半辈子就有了保障吗？首先，我不是您想的那种女人，请注意您的措辞。其次，您儿子不是我弄到这儿来的，你们两个发生的事情我并不知情。你不知情？我儿子现在为了你，公司不要了，家也不要了，连我这个妈也不要了，就是为了到这儿，和你这个心机不纯的女人过。你告诉我，你究竟使了什么样的招数，才能让我这痴情的儿子对你死心塌地？妈，你能不再说了吗？你能不再说了吗？当初就是因为你的自私，让我和文芳深深的误会了8年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事情我不会让它再发生。我自私？我一心为了谭氏家族，我自私？谭少宇，你要搞清楚，你究竟是谁的儿子？没错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儿子，没错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一切都要听你的是吗？我上次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傀儡。我要活得像个男人，自己做选择，包括选择和谁在一起。谭少宇，这话我记住了。你是认为这个女人爱的只是你这个人吗？依然，我现在把话放在这儿，少宇从今往后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。他现在没房没车也没钱，至于以后日子怎么过，你们俩不是有真爱吗？怎么解决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真让我失望。我进来了，依然。我妈刚才说的话特别难听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没有什么好道歉的。她是你妈，保护你，怕你受到伤害是应该的。她对我有敌视，也是因为她怕我会给你造成伤害。作为母亲，她这么做，我很理解。你是新华公司唯一的继承人，她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你的身上，你应该体谅她。还是回到他身边去吧。毕竟，你首先的身份是他的儿子。我不会回去，不会。我活到这么大，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有。但回头想想，实际我活得挺凑合的，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想要自己的情感。现在想要你，
照片呢？扔了。照片扔了，歌我也删了。这首歌不放的话，你也不会想他。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我想不想他都没有用了。不用你这么对我。小杨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不要说了。那我也要说。你自己也想想，你真打算照顾你姐一辈子吗？我管她一辈子。好。你有没有在意过她的感受？她什么事儿会开心，什么事儿会伤心，你都想过吗？我觉得有些事儿，你不试，你怎么知道不好？我们都知道，你爱你姐姐，那你能让她过得幸福一些吗？你这样做太自私了。哟，在家呢。哎，你俩人呢？你俩今天没出去啊？怎么了？你这跟依然吵架了？没有。我妈刚才来了。啊？不，那你人呢？刚走。阿姨来干嘛？干嘛呀？让我回去呗。说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就把我的经济来源给断了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说的呀？我说就算我身无分文，我也绝不回去，不回去过那种以前被他控制的日子。8年前犯的错，我不能再犯一次天了。哎，那依然什么态度啊？我妈说了不少难听的话，我估计她心里边应该挺难受的吧。你去帮我劝劝她，没来你谢谢。真的哎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头一回干了回爷们儿的事儿。行，只要你心里想清楚了，想明白了，任何的阻碍就都不算阻碍了。过去的事儿呢，就让它过去了。从现在起，咱重新开始。你和天乐今天玩的怎么样啊？哦，我们俩挺好的。我们今天去看了星空夜空，拍了好多照片。天乐吧，看上去挺没心没肺的，但是感情这方面其实他挺怂的，你得多给他点时间。哎，反正他怎么蹦的也蹦跶不出我手心。那个，今天跟少宇的妈妈见面了。其
其实少宇真的很爱你，为了你，都跟他妈正式宣战了，经济来源也断了。他也就现在这么一说吧。天乐不管怎么着还有个自行车店呢，他要是真没了工作，就真得喝西北风了。等到真正没有经济来源的时候，还得回去找他妈。不会的，他要敢回去，别说你了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重新开始。对，重新开始。我一大老爷们儿能自己谋生计赚钱，更何况这么多年，我也有管理公司的经验，找个工作没那么难吧？哎，那你这就算是跟你妈就掰了。反正刚才为了护着依然，我态度挺坚决的。我觉着啊，这未尝呢不是一件好事儿，至少现在依然呢心里头知道你是什么态度了。虽然现在嘴上没说啊，心里头应该挺感动的。别气馁，真的，你现在啊算是迈出了破冰之旅上最重要的一步，兄弟，坚持住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对依然好一点，慢慢来。哎呀，睡饱啦！这都下午了，你要睡多长时间呀？等你半天了，不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，女孩要睡美容觉？等我干嘛呀？来，那天晚上拍的星空照片出来了，给你看看。哎呦，哎，不错哎。我昨天有一个想法，一直没跟你说。你说要是我设计一款星空的系列钻石怎么样？挺浪漫的吧？而且我一想到这事儿，想法就哗哗哗的来。你刚刚好又给了我这些图片，给了我创作的灵感。真的，这能给你创作灵感，那太好了。你得记着啊，当初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？先出一稿图纸，甭管别人喜不喜欢，你心里一直想着你最初打动你的东西是什么。你想想看啊，最终你设计的完美的星空钻石会被呈现出一个成品，然后放在商场里，璀璨的钻石，最后某某某将你的璀璨钻石买回家，将它拥有。你说的我好像都能看见一样。什么叫好像啊？只要是你设计的，我保证一定会这样。喂，亲爱的。刚睡醒吧？你这疯玩一天还一天的习惯，能不能改改？还是你了解我，知道我刚睡醒啊？睡得舒服吗？哎，不错。依然你昨天不是问我新西兰的特卡波星空小镇吗？我昨天特意整理了一下，把拍的照片发你邮箱了。哇塞，还是你靠谱啊！每次交代的事情必须做好。哎，那个，看来你下月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表达我的谢意了。谢我啊？怎么个谢法？以身相许呗。以身相许可不行。行啊行啊，不跟你闹了，下个月回来再聚吧啊！来，拜拜。哎，刚才这谁的电话呀？我发小啊，认识快20年了。发小？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？没事说他干嘛呀？人在新西兰呢，帮他妈看农场。哦，在新西兰呢。那刚才人家跟你说那事儿，你怎么不答应人家呀？什么事儿？以身相许啊。吃醋了？我吃什么醋？
哎呀，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写一日记，题目是林天乐第一次为我吃醋，怎么样？哎，给你点颜色，你当彩虹是吧？告诉你啊，这堆图片我好好研究研究，赶紧把那钻石给我设计出来。钻戒、爱情、星空、亲情星空。姐，你放那儿，我来吧。姐，别弄了，放那儿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姐。别生气了，姐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写一日记，题目是林天乐第一次为我吃醋。想什么呢，在那？哎，不是，没想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上面圈圈点点的全是招聘信息，依然找工作呢。这找工作挺好的呀。我觉得他现在找工作心情才能好起来啊。我没说他找工作不好，只是你说这个阶段他找工作什么意思？算是躲我啊？应该吧。你们俩盯着我干嘛呀？不是你这一天都干什么去了？哎，跟你们说吧，我找到工作了，就要开始上班了。啊？什么工作？啊？超市的理货员。都干什么了？就是对商品进行验收，然后标秒标价，最后再陈列商品。哦，这么大工作量，这不都是男的干的吗？女孩哪合适？算。不是他那意思是问你这工作时间是怎么定的呀？哦，这个分早班和晚班。如果是早班的话呢，就是早晨8点钟上班，晚上6点钟下班；如果是晚班的话呢，就是晚上7点钟上班，早晨6点钟下班。不是这什么意思？是要干通宵是吧？你这一个女孩子晚上不睡觉熬夜，身体能扛得住吗？再说最关键的是这安全没保证啊，后半夜进去个男的，你这怎么弄啊？换工作吧。不是他的意思是说那个这工作可能不适合你，要不然咱再好好找找，可能这个跟你专业不太对口。行不行的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什么工作都没有容易的。
天乐，这段时间你一直照顾我跟依恋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这个工作挺好的，离家又近，就别劝我了。哎，行，就别劝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跟我闹脾气是吧？我这不为他好，关心他呀。不是你这关心的有点不是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人都说了，这超市离家近，肯定是连锁的吧？有什么不安全的呀？不是，他别有个想法你就先否定他，你这样他会对你有反感的。我不管那些，我就是不放心。小点声，不放心你去看他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看也可以，悄悄去，别让他发现了一样反感你。你饿不饿？你做，那只能我做，你也不做。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都不小心呢。就是可能碰到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什么我干嘛呀？他卡牛你看不出来，没感觉啊？不是，你谁呀？我谁？我是她男朋友，我还她老公呢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是我朋友，你赶紧进去忙吧。干嘛那么凶啊？我刚才手不小心划到了。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儿。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能不防。你这刚来上班，这日后保不齐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呢。是我承认，这刚才我态度不太好，有点鲁莽，但这不也是因为我心里边紧张你啊？还有，一会儿我去接依恋，你不用太着急。别生气啊！平时我和依然回家要坐476路车，到祁连山路下车，中间一共要经过7站。记那么清楚啊？我们依恋真聪明。我要喝水。喝水啊？好啊。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橙汁。橙汁，好的。OK。橙汁，来吧。哎，慢点喝啊，凉。少宇帅哥啊，我听天乐说你以后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吗？是啊。哎，哥哥问你啊，以后让我来照顾你跟依然，你觉得好不好？不过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人照顾，可是依然需要。你能答应我要好好对他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们拉钩。来，盖个章。那我长大以后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好的。我要夹娃娃。就夹娃娃。好，我来夹娃娃。依然原来带我来夹过，可从来没夹中过。我已经喜欢里面的娃娃很久了。但是哥哥这儿只有2个币，谁先来啊？我先来。你先来，好，我给它放里边啊。咱们开始。咦，好了吗？你说呢？看看，1、5，还剩1枚，咱们2个配合着来啊。来，你看着点，看我对不对齐，咱们给它抓上来啊。带回家，要哪个？说。我要那个紫色的小熊。紫色的小熊啊 ，OK， 对不对齐？再过来一点点。过来一点点。前面一点点。OK， 好，就它了。好，来吧。你抓起来的。慢点，来。来，亲一下，你亲我一下，奖励我一下。走了，回家了，咱们晚上抱着小熊睡。耶，走了。哎，大哥，你要是不喜欢这款设计啊，我们里边还有一台完美标准型，那个既高端又稳重，特别符合您的身份。
而且那还带减震的，是吧？要不然我进去拿给您看看。接个电话啊。哎。喂，我在外边呢。哎呀，你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了你。没错，我认识的人是多，可你要找的这个钻石设计师，现在靠谱特少。哎，我建议你还是赶紧去买张飞机票，去比利时碰碰运气吧。啊，那就这样，挂了啊。你继续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听您打电话，您是要找这钻石设计师是吗？哎，你是？不，我肯定不是。我一朋友是在英国呀学这珠宝设计的，专攻钻石设计。您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引荐，人特别好，特别靠谱。你看，这是少宇帅哥给我夹的。行了，回家吧。又依然，真温馨，真甜蜜，羡慕死我们了。你以后别到这儿来找我了，经理知道了会说我的。他为什么说你啊？他自己没有老婆孩子啊？啊，再说我又没有影响你的工作。很不错。宝贝，宝贝，你干嘛呢？一会儿我去找你好不好啊？哎，手机响了。那是你是男朋友吧？照片上那个。他不会打我吧？他走了。
呦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这都1个小时了，再不出门，咱来不及了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再酝酿酝酿。啊，行了行了，看我行吗？哎呀，你笑什么呀？我这还没面试，你怎么就笑话我？我觉着吧，你认真的样子吧，就特像小白兔，倍儿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小白兔？我都是小白鼠，还差不多，不知道面临什么样的酷刑。你看，你看，放着小白兔不当，非当小白鼠啊！我这夸你呢，走。你的情况呢，我都跟老板说了。你之前的设计呢，我也发给人家了，人家非常欣赏。待会儿你进去了，什么都不用想，放轻松，把你现有的设计拿给人家看，之后的事儿就别管了，咱就靠天意了啊！我还是特紧张。哎，要不算了。哎，别！来，看着我，眼睛。你啊，得相信你自己。你是独一无二的，最优秀的啊！加油！你在简历里说你是在英国读的书，英国伯明翰珠宝学院。那你说说你的这个设计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星空之所以让人记住，是因为它广袤遥远、神秘与美丽兼备。我一直觉得钻石是人可以握住的星星，所以我在这份设计里面更多的是保留了人对星空原有的冲动。它的线条抛弃了以往钻石讲究的流线对称，更多还原了钻石原本的样子。你说的很有意思，设计这个行业永远都需要创意。那你怎么会想到做钻石设计的呢？大部分人可能觉得结婚的时候才能用到钻石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它远远超出了这个简单婚戒的概念。我觉得谁都可以拥有钻石呀，那些年轻自由的女孩，她们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钻石。钻石并非等于爱情，它更应该代表的是独立、自信、坚强、自由。你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女孩。好了，那我们公司决定聘请你为我们的钻石设计师，希望你不会让我感到失望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啊？哟，这通过了啊！我早就说你没问题了。哎呦，行了，我这颗心啊，总算是放下了。这事真的是要谢谢你，我觉得我突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整个人都重新活过来了，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动起来了。没那么夸张，没那么夸张。走，我请你吃饭，咱俩好好庆祝一下啊！庆祝！哎呦，真不错嘿，这大红章漂亮啊！师傅，咱俩好久没见了，来，我先敬您一杯。大宝啊，我们师徒俩还真好久没见了啊！你告诉师傅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那我说了，您可别骂我。我最近着急用钱，想赚点外快，把工作给耽误了，让单位给开了。嘿，你要用钱干什么呢？我跟我女朋友想盘一家咖啡店，需要50万，我手里钱不够。那还差多少啊？你为什么不找师傅借钱呢？不是，师傅您别误会啊，我今天找您不是找您借钱的，我就是好久没见您了，有点想您。哎呦，你就忽悠师傅吧啊！
不过师傅，我还真有点事儿，想找您帮忙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师傅能帮忙的，一定帮忙。我就是想让您给我介绍点活干。您看，我最近吧，一直没找着工作，老在家这么待着，心里也不踏实。你看您这儿有没有什么门路能给我推荐推荐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你让我想一想啊，想一想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搞建筑的，我想你到他那里去可能有点用处吧？要不我给你推荐推荐？行啊，有师傅您说话肯定没问题啊。你这小子啊，聪明是聪明，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。不过这一回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千万要悠着点，别再给我惹事了啊！放心吧，师傅，这回我肯定全心全意放在工作上。哎，天乐，你看这个，这好看吗？哦，你喜欢那个啊？我希望有一天我设计的钻石也能在这上面就好了，可以给所有人看到，你知道吗？能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让别人感受到，真的是超棒。我跟赵总说我的星空创意的时候，我都能感觉到他眼睛里露出了跟我一样的光芒，真的是超赞。以后啊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你的设计之后呢，眼睛里都会露出像你一样的光芒。把手伸出来。自从我们家出事以来，你的手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能量。我一定会努力，不会给你丢人的。哥，电话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什么，我接个电话。接什么电话？接电话。你怎么来了？工作。什么？工作？在这儿工作？对。开什么玩笑啊！现在是我上班时间啊，别给我捣乱，快回去。我呢，已经顺利地通过了人事部的面试。这个是工作证，这个是跟你一样的工作服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同事了，合作愉快。不是，哎。渴了吧？还好。酸梅汁儿，买给你的，消暑。以后别买这么贵的。只有贵的东西才衬你嘛。这么大的工作量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工作量很大吗？以我的体力，我觉得富富有余吧。而且只要在你身边工作，我就觉得幸福、兴奋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不要逞强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别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，傻不傻呀你？我多干点，你就少干点吧。你现在在
在超市当搬运工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哼，你谭少宇搬运工，这个太诡异了吧？你是个少爷呀。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，自食其力。你看现在多高兴啊！他这一天笑的次数比我这些年人他笑的次数都多，是不是爷？这才刚开始，以后工作强度那么大，能坚持多久还说不定呢。这以前肯定是有些方面我做的不够好，不过人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嘛。我现在已经知道生活的不易了，不过我觉得吧，钱其实没那么重要，这够花就行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什么叫够花呢？拿一个普通白领1个月的薪水买一个领带够花吗？那都是以前了，以前，美兰妮，我现在已经努力的适应这种生活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而且你要看到我的改变，我现在去超市都用你说那叫什么券那是？代金券。对。不过还真是啊，你们看家里的卫生全是少宇一个人包了，还有我那个刚洗的那个窗帘，他硬是要帮忙，折腾2小时，当然最后弄反了呀。不过你的进步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哎，对了，你先记着啊，跟依然呢在一个地方上班了，有什么脏活累活赶紧抢过来，有点眼力劲儿，别让他受了委屈。啊，那肯定的呀，以后我肯定是事无巨细的把依然照顾得特别好。我这也这么多年没当护花使者了，这突然一重新上岗吧，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感觉。行了，快吃饭吧，我做了这么多菜，你都不尝尝啊？来，对，但是你们3个再说，你吃饭，对，来，吃个虾。你下来干嘛呀？这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干下来溜达溜达吗？再说了，在上头当电灯泡啊，多尴尬呀！这不下来找你来了吗？觉得他们俩现在挺好的，一起上下班，看着这隔阂，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。毕竟双方都爱着对方，爱是骗不了人的。没错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咱俩现在的关系特别奇特，就跟为人父母似的，每天呀就围着俩孩子转。他们俩吵架有矛盾有隔阂什么的，又牵动咱们的心啊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，就跟那个你是爸我是妈似的。不，你是妈我是爸似的。什么呀？谁跟你爸妈呀？弄着。我就打一比方，就让你提前先适应适应。哎，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少宇他妈。你说上次他妈来了哈，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，搞不好后面做出什么后续动作来。想多了吧？我认为少宇的妈妈没那么复杂，说不定过段时间也被他们俩给感动了，主动接受依然呢。但有一点我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老觉得依然是为了少宇的钱呢？这到他们那年纪吧，我觉得感情这事儿不是用爱不爱来衡量的。反正这里面扯的应该挺多事儿的。反正我是不会因为现实原因抛弃爱情的，这跟我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啊。而且我认为，会抛弃爱情的女孩还是少数。反正希望少宇的妈妈能早点明白依然。但愿吧。哎，咱俩别跟那儿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。那个，哎，你最近老给自己关在屋里头不出去，干嘛呢？设计图纸啊，满脑子都是钻石，生怕弄不好了，给你丢人呢。怎么会给我丢人呢？那是因为你能力好，人家才用你呢。别老想着我啊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我是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你的小宇宙啊，在一个适合的场合一下迸发出来。等到真有你小宇宙迸发出来那一天的时候，你记着谢谢我啊。怎么谢啊？以身相许呗。哎，
我开个玩笑，你那么使劲擦我干嘛呀？哎！不错，凭你现在的手艺，完全可以胜任这些新品了。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帮忙。这都是小事儿，以后有时间呀，多去我的店里玩玩。对了，我能教你的也教得差不多了，以后来你店里的次数也就少了。但有件事情，我说虽然不太合适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说说。就是说，上次那个男孩，实在对不起。你已经道了很多次歉了，咱们之间没必要这么客气。我是想说，那个男孩做事虽然很冲动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的心里很在乎你。你呢，对他也是有感情的。年轻的时候，虽然有很多的不顺，但该坚持的就应该坚持。不然呀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。别害怕，坚强一些。当然，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我并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好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，记得来找我，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。给，再见。来吧，碰一下，小伤没事。怎么了这是？今天那个货架上面有个箱子掉下来了，少宇替我挡了一下，受伤了。碰了一下，没事。少宇替你挡了一下，受伤了。哇塞，好浪漫呀！哎，天乐，你快来呀！快来看，快来看，那个少宇替依然挡箱子受伤了。真的是不是啊？啊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英雄救美呢？我要是你的话，肯定是在这说风凉话啊。啊，对，我象征性的问候你一下啊，伤的严重不严重啊？这肩膀都淤青了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碍。我想让他去医院看看骨头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他非不去。啊？哟，少宇就死乞白赖不去医院，不让你给看啊？啊，这里面有事儿啊！不能不这样吗，哥们儿？就是。哎呀，看见你还有事儿啊？啊！干嘛？看什么呢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今天少宇替我受伤了，我心里真的挺内疚的。我刚打扫卫生，在少宇的衣柜里发现这个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带着你和他的合影呢。
心里一直有你，不怀疑了吧？你们俩就是因为当年的一些误会，现在都迈一步也就过去了这坎儿。可是他妈一直那么排斥我，我做什么都不合适。还有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主动跟他交流。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天乐都跟我说了，这些年少宇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。对，即便是当年因为他妈妈的原因，你们产生了一些误会，他也没有及时看清楚，这让你很别扭。可是这么多年，他依然一个人，一直在等你。单凭这一点，这个男人就值得原谅吧？依然，你想一想呀，整整8年，你们错过了8年，等了彼此8年。真的，别再错过了。可以啊，还会用苦肉计了。什么苦肉计啊？就是掉下来东西我挡一下，不是设计的。哎呦，你跟我解释什么呀？我又没怪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该出招就得出招，这招好使。我看出来了啊，依然对你多紧张多上心呢。我发现你行啊，比我聪明啊，都会用这招了。我跟梅兰那俩人不好使，是不是？能不这么贫不这么贱吗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，箱子掉下来砸死你，我都不管。哎，我那理你真是。呦，哎，你还不好意思了啊？哎，我炖的汤啊，山药排骨汤，喝不喝呀？啊？哎呦妈呀，大抄手！哎，我汤哎。